转换来讲，文学家苦饼顶捌写过一部台语小说《小红唇》，内容就是咧描写府城庙寺内底神佛安怎样神饼仙。小说内底这神明嘛变做有喜怒哀乐、憨憨奸人同款的形象。近来台南市举办找找小红唇的活动，就是真正带民众去行小说所提起的庙寺，现场讲古讲过去。 对着作家的脚步，伫个府城街路，小红唇故事其实就伫咱身边。这个天上帝吼，伊在世的时候是一个台币啦，伊台币台上济吼，全部刚刚翻过就对啦吼，台币都吼，看白，看白的时候，伊迄长较高喎吼，就等咧水里，所以讲后来就变做蛇精甲牛精。 哦，开始会作乱了。大上帝庙拜的先天上帝是小红唇故事的头一站。原来文本内底的地景甲神明拢受根据，佮加入真济民间传说。故事内底作一拢是假的啦，虚构的啦，毋过伊搭虚构了，足有趣味。嘿，所以咱读起来，吼，也是讲行起来，感觉讲啊，真心实安尼。甲一般咱去庙林讲，纯粹咧看寺庙是无共款的。 台南市文化局台语月连续2礼拜举办找找小红唇团契的活动，校园对小学生到60-70岁阿嬷拢有，嘛有一定学校老师是带社团的学生来参加。老师讲，因为学生这一冬来拄啊好读过小红唇，所以对活动真有兴趣。伊算因创设，家己用因家己的角度，过去加反写变成伊的。 播报的稿子，他走读的时候也会介绍说小红唇的故事的情节，让我觉得说，就算没有看过这本书，我也大概知道说整个故事的逻辑跟来龙去脉是在城市如何演变这样。苦饼顶是台南的作家，伊的小红唇用府城的庙寺做舞台，写神佛大斗法。因为故事真真实，嘛真精彩，甚至捌拍过电影。今年台南市文化局嘛出版一本专册，请人画插图。故事当中4代魔王丘办的模样，看起来嘛真古锥趣味。伊早有造神吼，把人当作神。这本小说上重要所在就是伊把神当作人。 哦，所以呢，神明是咱想的遐尔高高在上，遐尔神圣伟大，伊嘛是有咱像咱人相共，伊有爱恨情仇安尼就对啦吼。找找小红唇的文学路线，有传说，有地景，有历史，是认捌咱乡土上好的方式。记者陈家军、赖伟做台南报道。